歡迎收睇官涉辨識癌症患者中醫膳食調理第3集。上集回顧，我哋學咗舌象觀察4步法：睇舌質顏色、舌苔狀態、舌體外形同津液狀態。3大臨床舌象趨勢幫你快速定位。濕氣重就見脾化濕，津液虧就養陰潤燥，內熱盛就清淡清潤。4大症型按臨床佔比排序，氣陰兩虛最常見佔 38.4%， 脾虛濕阻大腸癌最多佔 47.1%， 肝腎陰虛化療後期主導佔 27.1%， 濕熱熱毒係混合症。今集我哋會進入實戰環節，分階段飲食調理，由手術後、化療、放療到標靶治療，每個階段嘅症型同飲食策略都唔同。最後仲會講解肺癌同大腸癌嘅癌種個體化食療，同埋臨床上最棘手嘅夾雜體質調配。手術後修復期，症型有4階段動態轉化，呢個係國衛2015年嘅研究數據。術前第1日，主症係血虛症，佔 33.3%， 策略係清淡等待手術，絕對唔可以大補。術後第3日，主症轉為氣虛症，佔 47.6%， 策略係豆腐蒸蛋羹，提供高蛋白軟食。術後第7日，主症係陰虛加痰濕，各佔 33.3%， 策略係百合小米粥，適度養陰。術後第10日之後，主症轉為氣陰兩虛，佔 38.1%， 策略係山藥雞蓉小米粥，氣陰相補。核心原則係由稀到稠，由軟到硬循序漸進，脾胃功能尚未恢復，切忌盲目進補。第0到第3氣虛期，首要確保蛋白質攝取。第3到第7陰虛期，胃口恢復後逐步添加養陰食材。第7之後氣陰兩虛期，升級為山藥雞蓉小米粥。化療期要應對噁心、口腔黏膜炎同腹瀉3條戰線。噁心嘔吐對應脾胃濕阻症型，舌象係苔白膩，對策係陳皮瘦肉粥、陳皮理氣健脾，配合少量多餐，避開油膩氣味。口腔黏膜炎對應陰虛津虧症型，舌象係舌紅小苔無苔，對策係百合銀耳羹或者豆腐蒸蛋，可以滋潤黏膜，減輕疼痛，食物溫度要偏涼。持續腹瀉對應脾虛濕性症型，舌象係舌畔帶齒痕，苔白膩水滑，對策係胡蘿蔔米湯，可以修復腸道黏膜，維持電解質平衡。化療期症型演變規律係：化療前係陰虛內熱夾濕，早期轉脾血虛再轉陰虛內熱，中期轉肝熱脾虛，氣血兩虛，再到脾虛濕阻，後期轉向純虛症。飲食應該由清潤加化濕逐步過渡到純補益。觀察舌象係簡便嘅治平方法，舌苔從黃膩轉薄白，說明可以開始逐步加補益食材。放療期典型舌象係舌紅小苔，要重點滋養津液。放療嘅核心病理係放射線直接損傷黏膜細胞，導致津液大量耗傷，頭頸部同胸部放療最為明顯。美國 NCI 原則係溫潤、易吞咽、少刺激。日常護理方面，每日餐後用淡鹽水或專用漱口水清潔口腔，常備溫水、梨汁或檸檬水少量多次含服，保持口腔濕潤以減輕灼痛感。推薦食譜係南瓜魚片豆腐濃湯。食材用南瓜100克蒸熟打泥，淡水魚片100克，嫩豆腐150克。南瓜富含胡蘿蔔素同多糖，可以補中益氣、清熱解毒，搭配魚片同豆腐補充優質蛋白，濃湯質地有效滋潤咽喉。烹飪方法：南瓜蒸熟打泥，加水煮開，放入豆腐，最後落魚片煮2分鐘。功效係入口即化，特別適合舌紅小苔、吞咽困難嘅患者。標靶治療通用護理，要關注3大受損系統。第1個係消化道、腹瀉、噁心，對策係止瀉優先，食白粥、蒸蛋，暫停高纖維及乳製品。第2個係皮膚黏膜、皮疹、乾癢脫皮，對策係養陰潤燥，食銀耳、蓮藕、山藥。根據幸惠氏2019年嘅研究，10例患者用中藥治療 3.4 星期。Skindex 16生活品質評分由 74.5 降到 19.3，P 值少於 0.001， 改善咗 55.2 個百分點，皮膚病灶體表面積減少 82%。第3個係肝功能，轉氨升高，對策係鹽被刺激完，
要戒酒，禁不明偏方，避免加重肝臟負擔。中藥優勢在於直接針對中醫症型，配伍多樣化，毒副作用低。肺癌 EGFR 同樣標靶治療，以皮疹同乾燥為主要表現。核心藥物包括 EGFR 抑制劑厄洛替尼、奧希替尼，同樣抑制劑艾洛替尼。典型副作用係皮疹、全身乾燥。數據顯示，初診肺癌氣陰兩虛佔 38.4%， 標靶治療前多數已有陰虛基礎。致命警示：若出現全身乾咳、活動後氣促、胸悶或呼吸困難，可能係間質性肺病，必須立即停藥並就醫，絕對不可以依賴食療緩解。分3種症型處理：陰虛甲二型、泄洪小苔，食療用百幸銀耳蓮子羹潤肺生津，參考佔比陰虛痰熱 22.1%。陰虛熱毒型、泄洪苔黃，表現為臉部皮疹紅腫，食療用蓮藕雪梨瘦肉湯清熱涼血。氣陰兩虛型、泄淡齒痕係最常見，食療用山藥雞蓉小米竹健脾益氣養陰，佔初診肺癌 38.4%。大腸癌標靶治療，雙藥對應雙症型。抗血管生成藥物貝弗珠單抗，核心風險係腸胃出血同腸穿孔，傷口愈合延遲，必須嚴禁堅硬粗糙同活血食材。若出現血便、劇烈腹痛，立即就醫。抗 EGFR 藥物西妥昔或帕尼單抗，典型副作用係痤瘡樣皮疹、頑固性腹瀉、口腔黏膜炎同低尾血症。對症食療分2種，第一種脾虛濕性型，舌象係半大齒痕舌加白脷苔，佔術後脾虛 47.1%， 係大腸癌最常見症型。食療用蓮子芡實白米竹健脾固腸，副作用山藥茯苓瘦肉湯，禁忌生冷瓜果同油炸甜膩。第二種陰虛腸熱型，舌象係泄洪乾燥加薄黃胎，佔術後肝腎陰虛 27.1%。食療用無糖銀耳百合羹滋陰潤腸，副作用豆腐蒸蛋羹加梨藕汁，禁忌辛辣火鍋、羊肉、荔枝等溫燥食材。臨床常見夾雜體質調配，總調配守則係優先級方面，腹瀉大於口腔疼痛大於失眠大於症型進補。方法係先解決影響進食嘅急症，再調理症型，每次只改變一個飲食變量，觀察2到3日之後再調整。3種常見夾雜情況：第一種，脾虛加輕度陰虛，策略係以淮山蓮子小米粥為底，每次只加1種養陰食材，若腹脹加重立即停止，原則係健脾在先，養陰在後。第二種，陰虛加熱毒內蘊，策略係多食豆腐蒸蛋、銀耳百合羹等清潤食材，嚴禁酒辣油炸燒烤，原則係清潤不傷陰，不助熱。第三種，熱毒刺性加脾胃虛弱，策略係清熱藥膳先減量，飲食清淡，必須加淮山、稀米粥護胃。核心係先顧脾胃再緩解熱毒，呢個係臨床上最棘手嘅夾雜類型。今集總結，我哋覆蓋咗分階段飲食調理嘅全流程。手術後由血虛到氣陰兩虛4階段動態轉化，化療期惡心、口腔炎、腹瀉3線應對，放療期重點滋養津液用南瓜魚片豆腐濃湯，標靶治療關注消化道、皮膚黏膜同肝功能3大系統。肺癌同大腸癌各有個體化食療方案，夾雜體質按優先級逐步調整。記住核心原則：腹瀉優先，每次只改一個變量，觀察2、3日。下一集，最後一集，我會講解自我症型測試表、安全飲食守則、安心食材清單同埋全系列總結。多謝收睇。